咧，除咗覺得佢好 nice 啦，好開心咧，次次都咁有型嘅，大家話係咪啊？哇！多謝。堂哥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下，因為最近你嗰張80專輯咧好成功。因為多得一班朋友、好朋友做我嘅辯護力。係啊！我自己一個人咧，我諗唔夠力嘅。係咪啊？所以好多謝佢哋真係。你話堂哥係咪好謙虛咧？因為你知道咧，其實咧每個禮拜咧都會計算香港最好賣嘅10大唱片會有個榜㗎嘛。哇！你嗰張80咧留咗喺10大位置好多個星期，仲要喺3甲裏邊咧徘徊咗好耐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多謝。有冇人買咗嗰張80啊？有啊，帶埋嚟添啊！嗱，未買朋友唔緊要，一陣間咧我哋完咗呢個演唱會部分咧，出去可以即刻買碟，堂哥會即刻簽名啊，係嘛？絕對啱。係啊！不過咧，我哋即係簽碟之前咧，梗係要聽下你嘅歌啦。絕對冇問題，大家開心就得㗎啦，最緊要嚇。今日我揀咗2首歌咧，係個新碟裏邊都有，但係咧我今晚咧都係唱翻舊個版本俾大家聽，因為咧新嘅版本咧係2個人唱咧，咁我啲音樂係適合2個人唱。咁一個人唱咧，我就唱翻個舊個版本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好唔好啊？其實咁樣咧係兩全其美嘅堂哥。因為咧我哋今次聽下你原裝版本先，咁我哋勾起我哋好美麗嘅成長回憶啦。咁但係出去買嗰個即係80嗰張碟咧，就有一啲重新編曲，好有現代感嘅一啲編曲喎。咁咪兩樣都可以品嚐到咧。冇錯。係啦。不過聽碟之前咧，大家想唔想聽現場啊？我諗估都估到係邊2首啦，不過其實都幾難估，呢有好多歌。嗰2首真係你嘅代表作中嘅代表作，可以咁講啦，係咪啊？大家都熟悉嘅，耳熟能詳㗎啦。第一首咧，我唔講歌名，不過我肯定唱到一半咧，好多人可以一齊唱嘅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交台俾堂哥葉振棠先生。唔該，呢首歌喺新碟裏邊咧，就我同太極都會而家跳唱啦。今晚咧，我都唱翻個舊嘅版本俾大家聽先。快啲幫我手啊！一齊打拍子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香港繼續繁榮。勝利。